行政長官李家超繼續福建訪問行程，朝早喺福州同在閩養老嘅香港長者會面，了解佢哋喺當地嘅生活。李家超話，特區政府一直為跨境安老提供支持，當中福建計劃為移居福建省嘅合資格香港居民每月提供現金津貼。特區政府會繼續推動跨境安老措施，為香港長者喺內地養老提供更多便利。下晝，李家超到訪一間新能源科技公司以及一間智能裝備公司，了解新能源電池技術研發同自動化智能裝備製造嘅高新技術發展。李家超話，呢間新能源科技公司喺香港上市同埋設立研究院，反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同創科樞紐嘅雙重優勢。而香港持續推動新能源產業發展，加速綠色技術落地，期望閩港喺新能源產業領域進一步加強合作，攜手共進。